大家有冇試過去飲茶食點心，夾起一粒燒賣擺入口嗰陣，心入面會突然計一計數，發覺自己咬緊嘅竟然係9蚊雞一粒嘅燒賣，冇錯，係一粒，唔係一籠。9蚊一粒燒賣真係好體貼啊！體貼到幫你荷包減肥，體貼到令你每一啖都要參糖多幾十下，先至覺得對得住自己辛苦賺返嚟嘅血汗錢。最近呢單9蚊例燒賣嘅新聞，真係喺網上炸開咗個價，好多人睇到張單，第一個黃樣唔係覺得啲嘢食有幾金貴，而係覺得自己個額頭校住水魚2個大字。香港酒樓呃水魚嘅手法已經去到一個明目張膽，完全唔理你感受嘅地步。難怪而家一到星期6日，啲關口就塞到水火不通，成街都係拉住車仔準備北上飲茶食飯嘅香港人。你問點解？好簡單啫，冇人中意使錢擺爛手。講起香港而家嘅飲食業，真係一通硬流。我哋由頭到尾去拆解下，到底去香港酒樓飲餐茶係點樣由一種享受變成一種折磨。由你行入酒樓門口嗰一刻開始，個煎餃就已經開始咗。你行到知客個吹位，講聲2位，佢可能眼都唔望你，手指指叫你自己作飛，搖啦攞咗飛，等咗大半個鐘，終於叫到你個號碼。一入到去，黑啲文密到呢，背脊貼背脊，隔籬卻麻叔講緊佢個新抱有幾歲，你聽得一清二楚，直頭好似一切搭埋食飯咁。坐低之後，你想舉個人開茶，對唔住，而家好多酒樓都冇人理你，得張紙仔印住個二維碼，叫你自己掃碼落單。呢個二維碼點餐，真係香港飲食業一大偉大發明。你用自己部手機，自己嘅上網數據，用自己手機嘅電去幫間酒樓做埋伙計嗰份入單工作，個系統仲要一時時死機，又或者啲字細到睇唔到，老人家老花眼點教？對啲阿伯阿婆70幾80歲，平時用智能手機都係打下電話聽下語音，你而家要佢哋掃碼轉下港收埋，仲要滾，要唔要葱，少唔少油，搞一大輪先落到單。最諷刺嘅係乜嘢？係張單埋尾嗰陣，依然會堂而皇之咁收你10%嘅加一服務費。我真係想問下，個服務喺邊度？係咪個齊寶係服務緊我？讓我幫你做埋知客同試用嗰份，你唔俾返人工我都算，仲要收我加一，呢種感覺真係好似俾人當面截咗一巴咁。好啦，茶終於嚟啦。講起個茶位費，又係另一個都市傳說。以前飲茶錢幾蚊雞，真係俾你審茶。而家呢，見閒地10幾20蚊一個茶位。如果你去啲裝修稍微諗少少嘅點心鋪，可能要去到30蚊一位。但係你飲緊嘅係咩茶？好多時只係一個普通到唔普通嘅茶包，加一組貢水。最慘嘅係有啲酒樓為咗收成本，啲貢水根本唔夠貢，沖出嚟嘅茶淡而無味，好似飲緊有色嘅暖水咁。如果你一家4口去飲茶，淨係茶位費都已經唔見咗百幾蚊，你話肉唔肉痛？以前香港嘅點心真係揚名海外，靠嘅係師傅嘅心機同手藝。我哋到80年代90年代嗰陣，啲茶樓仲有推車仔，阿姐推住架點心車大叫蝦醬收賣叉燒包，啲點心熱辣辣，即叫即攞。而家呢，為咗快，為咗標準化，好多酒樓都係用工廠交嚟嘅急凍點心，師傅喺廚房嘅工作就係將啲急凍點心拆包裝，擺入蒸籠，然後加熱。你食緊嗰粒9蚊嘅燒賣，可能同你喺超市擺返嚟自己叮嘅係同一個工廠出盤。啲皮厚到好似食麵粉咁，啲肉餡爭冇肉汁，蝦廣入面啲蝦冇鮮味，得個死脆。仲有啲份量真係縮水縮得交關，以前一籠4粒大包，而家變成3粒，仲要細隻咗。一碟排骨得幾扭骨頭，下面全部係盾底嘅魚頭同南瓜。你逼緊幾十蚊一籠點心嘅價錢，食緊嘅質素竟然連街邊小食店都沒有，你話點會唔情？不過講到最令香港人火拱嘅，一定係限時呢個規矩。香港人平時返工已經夠忙夠大吉力，放假想約埋屋企人3五知己去飲下茶，傾下偈，放鬆下。但係一坐低，張點心仔上面就大大隻字印住限時90分鐘，有啲過分啲嘅，甚至限時60分鐘。哈，我係嚟食飯定係嚟保持啊？啲嘢食仲未上齊，個計時器就已經喺度倒數。你食到一半，個師兄就走埋嚟問你先生，仲有冇嘢加？去房接單啦。再過多10分鐘，就直接將張單擺喺你面前，講句多謝，埋單。你連啖茶都未吞落肚，就已經被人趕走。呢種貼錢擺難受嘅體驗，真係將香港人最夠一絲嘅耐性都磨滅晒。飲茶本嚟係一種萬福文化，係香港人嘅習慣語，而家竟然變成咗流水作業嘅快餐模式，真係好悲哀。除咗以上講嘅呢啲，仲有各種人形消費。一坐低，
攞麵擺啲花生或者酸菜，你以為係送嘅，錯啦！埋單嗰陣你會發現，每碟收你20蚊，俾你想叫杯暖水，有啲酒樓話冇暖水，要你擺樽裝水。你想自備蛋糕同朋友慶祝生日，切微費收你150蚊。過時過節更加唔使講，咪假日附加費，茶位加杯，總之就係壞轉辦法喺你身上揸抗揸證。你拎住張單睇，左加右加，最夠個數目分半樽恰你一條。佢以為食咗幾百蚊，點知埋單過千。呢種被鬧嘅感盡，真係會令人發誓，以後都唔想再幫襯。推轉尼可呢種大環境之下，你叫香港人點樣留喺本地雙飛？於是大家就將目光轉向咗方法。深圳呢個一河之隔嘅城市，而家已經成為咗香港人嘅週末後花園。點解港人寧願搭車過關，大排長龍，都要北上飲茶食飯？打光其實好簡單，因為喺嗰度你先至會覺得自己係一個真正嘅顧客，而唔係一條任人宰割嘅水魚。我哋試下將去深圳飲茶嘅體驗同香港對比一下。你一過咗關，搭地鐵去到深圳嘅商場，行入一間村村，首先知客會笑面迎人咁同你打招呼。如果你要等位，佢哋會有等候區，有冷氣吹，有俾妹嘅茶水、零食，甚至有啲村莊仲有得俾妹未架、擦鞋、玩鬧戲。你未入去食，個心情就已經好恨。入到去坐低，啲圍服落到你喺座位上面伸輪腰，絕對唔會有背貼背嘅壓迫感。如果你係一家大細，有老有嫩，佢哋通常會有好大嘅包月，仲要好多時都冇最低雙飛，冇幾千蚊最低雙飛你都唔使懷。連賺方面，雖然內地都係用手機數碼落單，但係佢哋嘅系統通常做得好完善，有圖片有視頻，連卡路里都標明埋。而且如果你真係唔識用，啲掃應會好主動好有禮貌咁行過嚟幫你落單。內地村康嘅掃應態度好到你會有啲唔好意思，你杯茶未飲完，佢已經主動幫你加水。你跌咗支筷子未開聲，佢已經揼過對新嘅俾你。你有小朋友，佢會主動逼 BB 凳原動餐具，仲會執下小朋友開心。你叫佢哋幫手影相，佢哋會好專業咁幫你品角度。呢啲咪就係所謂嘅服務啦。人哋冇收你加一服務費，但係逼到你200%嘅服務質素。香港收你加一，但係俾面色你睇，兩者一對比高下立變。至於嘢食，更加係百花齊放。深圳嘅餐飲業競爭極大，佢哋為咗留住啲客，喺菜式創新同賣相方面真係落足心機。一籠蝦講，佢可以做到五顏六色，入面仲要加埋黑松露或者蟹子，一碟腸粉可以做到鮑魚腸翼，晶瑩剔透。味道方面，因為食材流轉快，通常都好新鮮，而且選擇多到你眼花繚亂，由傳統嘅粵式點心到麻辣火格、酸菜魚、二字雞、烤肉，甚至係西餐、日本菜，應有盡有。煎連係個價錢，真係平到你唔信。喺香港食一餐普通飲茶嘅錢，喺深圳可以食到一餐好豐盛、好高級嘅大餐。你喺香港叫一粒9蚊嘅燒賣，喺深圳可能已經擺到1籃4粒，仲要好大隻嘅手工燒賣。你話精明嘅香港收費車會點樣做？有人可以話上深圳要搭車，又要過關，時間成本都喺度啦。但係而家交通幾發達呀，高鐵10幾分鐘就由西九龍去到佛壇，地鐵又拔通晒，仲有各種直通巴、跨境車。對好多住喺新界，例如上水、粉嶺、屯門、元朗嘅居民嚟講，過關去深圳嘅時間分分鐘快過出尖沙咀或者銅鑼灣。就算係住喺廣東嘅人，周末當去個短途旅行，想去放鬆一下，都覺得物超所值。其實香港人寧願北上雙飛，背後反映緊嘅唔單止係價錢同服務嘅差距，仲有一種心理上嘅落差。香港人喺經歷咗過好幾年嘅社會變遷同疫情洗禮之後，生活壓力已經好大。由2020年到2023年，大家捱過咗幾多個戴口罩跟堂食嘅日子，到咗2024年、2025年，以為一切會復常，點知迎面而嚟嘅係經濟放緩、百物騰貴。去到今年2026年，大家嘅荷包都縮咗水，對生活質素嘅要求反而高咗，因為每一分一毫都要花得值。香港人唔係唔肯使錢，而係唔想使啲冤枉錢。當我哋喺本地村莊得唔到應有嘅尊重同享受，自然會用腳去投票，去一個可以令我哋覺得舒服、覺得被寵死嘅地方。我哋試下企喺香港飲食業老闆嘅角度去為下，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嘅苦衷。喺香港做生意最大嘅敵人，遠遠都係租金。啲業主加租真係冇手段，生意好佢加你租，生意唔好佢又話市價係咁。一間酒樓可能每個月賺到嘅錢，有一大半都係要用嚟交租。為咗生存，老闆可以點？
唯有喺食材同人工度開刀。食材用平啲嘅，份量少啲嘅。人工方面，而家請人真係好難。年青人唔因意入行做飲食業，覺得辛苦又冇前途。請返嚟嘅伙計好多都係年紀比較大，50-60歲甚至60幾歲嘅阿姐阿哥，佢哋體力有限，一個人要做3個人嘅嘢，你叫佢哋點樣做到笑面迎人，做到身水身汗，客又吹，老闆又鬧，面色自然就唔好睇。所以服務態度差，其實係一個結構性嘅問題。但係作為消費者，我哋理解老闆嘅苦衷，唔代表我哋要默默忍受同埋單。租金貴，請人難，呢啲係經營者要去解決嘅商業難題，而唔係將個成本同壓着轉嫁落消費者身上嘅忌口。如果你因為成本高而賣9蚊一粒燒賣，咁你就要逼到9蚊一粒燒賣應有嘅價值出嚟，無論係味道、環境定係服務，都要令個客覺得值。如果淨係因為識得加息水，cut 成本趕客走，咁只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。越少客就越要撩菜客，越撩菜客就越冇客，最久嘅結果就係結業執笠。過後1年，我哋見到香港有幾多間老字號，幾多間連鎖串飯宣布結業。呢個結業潮其實就係市狀對香港飲食業敲響嘅喪鐘。我哋到我下公下婆嗰一代，佢哋以前去飲茶係一件好隆重、好開心嘅事。阿公每日朝早6點幾就起身，行去屋企附近嗰間舊式茶樓霸位，佢會擺份報紙，叫1盅2件，同啲街坊老友記傾下國家大事，罵經舊經，一坐就坐幾個鐘。啲伙計同佢哋熟到好似屋企人咁，知道佢中意飲咩茶，中意食咩點心。到咗星期日就係全家大細3代同堂去飲茶嘅日子。我嗰陣仲係個雜染仔。最中意就係跟住推點心車嗰阿姐尾，望住啲一籠籠冒住熱氣嘅點心流晒口水。嗰種茶樓嘅氛圍係充滿人情味，充滿香港特色嘅。但係而家呢，我哋去飲茶只係為咗填飽個肚，冇人情味，冇交流，只有冰冷嘅二維碼同埋催促你埋單嘅眼神。香港飲食業失去咗靈魂，變成咗一部只識得賺錢嘅機器，而且仲要係一部壞壞地成日卡住你啲錢嘅機器。面對北上雙飛嘅熱潮，香港飲食業真係需要好好反思一下，要留住啲客，首先要改變經營理念，唔好再當客人係水魚，要將心比心，提升服務質素。就算做唔到內地嗰種誇張嘅海底撈式服務，起碼都要做到有禮貌、有笑容、有耐心，要取消嗰啲唔合理嘅限時規定同人形收費，明碼實價，童叟無欺。其次，要喺產品質素上下苦功。如果大家都係用急同點心，點解客人要喺香港食貴嘢？香港嘅廚師應該發高創意，做飯多啲手工點心，或者將傳統點心改良，加入香港獨有嘅元素，大作出只有喺香港先食得到嘅特色。例如，可唔可以將避風塘炒蟹嘅味道融入點心？可唔可以做啲有香港懷舊特色嘅主題茶樓？要令到客人覺得喺香港飲茶係一種獨特嘅文化體驗，而唔單止係為咗食飽。再者，政府同業界都可以為下點樣去減輕經營成本。雖然捉根問題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解決，但係喺飲一科技提升效率方面，仲有好多空間。例如用機器人送餐嚟減輕侍應嘅工作量，但係落單同溝通就保留真人服務，做到科技同人情味並存。其實香港人對香港始終係有感情嘅。如果香港嘅村簽可以做到好食好服務，價錢合理，大家絕對願意留喺自己嘅地方雙飛。邊個唔想落街轉個彎就有好嘢食？邊個想嗰個禮拜都舟車勞頓過關去食飯？9蚊一粒燒賣單身歡只係冰山一角，佢反映嘅係香港市民對本地餐飲業長期積累嘅不滿同爆發。呢個係一個警號，亦都係一個契機。由2026年嘅今日，我哋見證緊香港雙非模式嘅巨大轉變，北上飲茶已經成為一種常態，甚至一種潮流。我若你身邊仲有朋友未試過北上雙飛，你可能會覺得佢有啲脫節。社交媒體上面每日都有人分享深圳邊間村江好食，邊間超市好行。山姆超市、Costco 呢啲大型衝重式超市，每個周末都被香港人攻陷，大家擺嘢好似唔使錢咁，一車一車咁推返香港。點解？因為性價比高咯，因為喺嗰度擺嘢真係覺得物有所值。香港飲食業如果繼續固步自封，佈住唔受做，或者你班香港人唔食大把遊客食嘅心態，咁最後一定會俾市場淘汰。而家啲遊客都精明咗啦，好多內地遊客嚟香港都唔會再去嗰啲旅客嘅傳統酒樓，佢哋情願去食茶村唱、掃街邊小食，或者跟住小紅收去啲人細小店打卡。傳統酒樓如果連本地客都留唔住，
仲點樣靠遊客生存？講到底，做飲食最重要係個心志。你有冇用心去做好啲嘢食？你有冇用心去招待每一個客人？客人嘅眼光係雪亮嘅，調淋係誠實嘅。你當人水魚，人哋下次就唔會再嚟。香港餐飲要走出困境，唔係靠搞幾多個臨婚活動，亦都唔係靠派幾多張後遺券，而係要實實在在咁做好基本功，合理嘅定價、優質嘅食物、貼心嘅服務。我哋試下幻想下一個理想嘅畫面，如果有一日香港嘅酒樓可以重新出發，你行入去，知客會同你講聲早晨也幾圍，然後帶你去一張寬敞嘅畫就，像點心紙上面清清楚楚列明價錢，無現藏舒服。你叫一浪燒賣，雖然可能要20幾30蚊，但係一浪有4粒大南雞，粒粒都係師傅手打，肉質豐富，下肉彈牙。食飯期間，侍應會有禮貌咁幫你加水、收碟、加魚。你同屋企人可以舒舒服服咁坐足2個鐘，慢慢傾偈，冇人會趕你走。埋單嗰陣，你覺得呢餐飯食得好滿足，俾加一服務費都俾得心甘情願。如果香港可以做到咁，我相信香港人一定會返嚟。但係喺呢一日嚟臨之前，大家未對9蚊一粒嘅燒賣，未對黑口黑面嘅素應，未對60分鐘嘅限時，選擇北上，絕都係人之常情，亦都係最理性嘅收費差行為。錢係自己辛苦賺返嚟嘅，當然要使喺令自己開心舒服嘅地方。各位觀眾，唔知你哋最近有冇喺香港飲過茶？有冇遇過啲令你覺得被當做水魚嘅經歷？又或者你哋而家係咪已經成為咗北上雙飛嘅常客？每逢假期，你係選擇留喺香港商場同人逼，定係已經執好個背囊，準備去深圳食好嘢、印果骨、行下超市呢？其實每個人嘅選擇都代表住佢哋對生活質素嘅追求。我哋唔係要唱衰香港，反而係因為愛之深，接之切。見到自己長大嘅地方，啲村幫逼得越嚟越陌生，越嚟越難食，越嚟越貴，心入面真係會覺得問得一句：我真心希望香港嘅飲食業老闆可以聽到我哋收費晒嘅心聲。自打變近，對手好狂，如果唔求變，就只有死路一條。即與其咪磅白喺一粒燒賣度偷工吉料賣9蚊，不如咪下點樣做好一浪真材實料，令人食完會廢胃嘅點心。飲食業係香港嘅一塊金漆招牌，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努力，將呢塊招牌擦反亮，等我哋香港人可以重新喺自己嘅地頭，自豪咁講一句：香港嘅點心真係食得真係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。大家對9蚊粒燒賣或者北上飲茶有咩睇法？不妨自己思考下，或者下次你去飲茶嗰陣，夾起粒點心之前，真係要擘大雙眼睇清楚賬單，計清楚條數，唔好蒙查查做咗水魚都唔知啊！下次你想食好嘢，你又會點樣宰呢？